来看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马拉拉，伊参加穆斯林世界联盟发表演说，伊批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规定女性国小6年过都袂使阁读册，等等真侪打压女性的政策。马拉拉呼吁穆斯林的头人，千万都唔通互塔利班成做合法的政府。 去年12月中开始，阿富汗的妇女就互人禁止伫私人医疗机构接受包括助产等医疗训练。不过，阿富汗是世界上孕妇难产死亡上严重的国家之一。那安尼，塔利班为2021年掌权成立临时政府以来，佫宣布女性上侪敢来当读到小学6年的，因为因家己解读的伊斯兰教法，认为女性不应该接受相关的教育。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呼吁穆斯林领袖。 阻止阿富汗的塔利班继续侵犯女性权利，千万唔通互塔利班政府合法。The Taliban have issued more than 100 laws to strip away women's rights,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education, employment, healthcare, and every basic freedom you can think of. Their cruelty knows no bounds. 除了教育，阿富汗的女性嘛袂使一个人出外，也是去上班。各地美容院伫2023年7月底，互人下令爱全部关起来，致使6万外的妇女失业。马拉拉是希望穆斯林的所有领袖会当支持甲性别隔离政策定做违反国际法的罪行。As Muslim leaders, now is the time to raise your voice, use your power. You can show true leadership. 马拉拉伫演讲中提起，为着闪塔利班，有几60个阿富汗民众逃去隔壁的巴基斯坦，不过却互巴基斯坦政府大规模赶走，所以伊无法度想到这查某囡仔也是妇女，被逼转去迄个否定因未来的国家是要安怎生活。这段内容，互巴基斯坦的国家电视台故意加调播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